立的联合病院有一个副总院长昨暝确诊。伊昨日有去台北市议会来参加着警政卫生的委员会，有甲在要市议员做伙来开会，甚至到议员的办公室来拜访。这个台北市议会赶紧来做清洁消毒。另外，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，伊是注3剂高端疫苗，伫个面册发文章，讲伊昨早起采检确诊。遐尔拄好，台大的医师李炳英昨早起就去电台接受到周玉蔻的访问，下晡过来参加到疫情专家的会议，是毋是因为安尼甲病毒带入去指挥中心咧？即摆嘛唔真知。初步是讲，这接触的人员目前拢平安。病毒嘛再度侵入到立法院，有一个疑似转播的人员快筛是阳性，立法院嘛马上展开着大消毒。要救人爱先救家己。台北市市立联合病院副总院长昨日去市议会开会了后，昨暝确诊。这位确诊的联医副总院长呢，他19号曾经到过这里台北市议会的警政卫生委员会来开会，跟他一起开会人有台北市的卫生局长黄世杰，还有联医的总院长徐大成，以10位的台北市议员。现在呢，10位的台北市议员通通取消拜会的跑通行程，自我健康监测。就在会议结束后呢，这位确诊的联医副总院长就来拜会市议员郭昭妍，两个人一谈就是半个小时。所以目前市议员郭昭妍他也需要居家隔离。自己就要开始自己小心注意啦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不要跑出去啦，这样我回到家我就小心啦。马上做出筛检。做伙开会，市议员李宝中部赶紧快筛，结果是阴性。市议员应小伟嘛赶紧快筛自保，相关的人员拢爱先自我感清。接获他看诊病人是确诊之后，即进行采检，结果发现是阳性的。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伫面册写讲，昨早起去病院采检确诊，台大医师李炳英迄日刚早起才到电台接受伊的专访，下晡又搁参加疫情小组会议，依照规定，李炳英嘛爱被控烈，敢会影响到指挥中心？目前还唔知影。我就是要去筛检一下，没有啊，没有症状。病毒又搁进入立法院，立法院一个国会编导技术总部人员快筛阳性，捌去过外交甲国防委员会会议室，目前伊去过所在拢大消毒，就是要避免病毒伫立法院作乱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